台南观光旅游产业虽然经过3档的疫情冲击，不过伫市府甲民间的共同努力，已经伫春节开出红盘。各大商圈、老街、古迹以及庙宇等热门景点，拢是满满人潮，甚至宣布已经突破1000万人次的好成绩。市长黄伟哲进一步表示，春节期间，《纽约时报》嘛以专门对全球的观点来看台南的美食文化，有真深刻的报道，显示古都已经站上国际舞台。有些国外的这个民众，那尤其像《纽约时报》，他们看到的是国际全球的观点，全球的这个视野，所以说他们来做国家跟国家、城市跟城市之间的比较，很感谢他们对于台南的这个肯定，尤其他对台南肯定，除了我们固有的这种文化上的、美食上的这个描述之外，也对于台南的整体的市政有一些好的一个看法，这点我们是非常谢谢。台南明年迎接建成400档，不只要伫高科技产业甲农业转型突破，伫观光旅游嘛将持续整合在地特色资源，加强基础服务设施，希望打造上届在地台南美，吸引更较侪国内外旅客。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。